面王。 翻脸王，不是扁面风啦，一个阿炳讲，大摆我攞一边我抢去扁面的时间，一次就成功。拜托兵哥人来喜上温暖哦，火扇罐，还是喜欢打乱好吗？是不是有点不专业啊？麻烦你用差点讲打拢。我也会跟他他会接我，不会，我会距离他很近，我不会离开他。离食物近一点。对对对。那你走了百年万代信上去 Google 嘛，恐怖的爸爸妈妈说，哦，爸爸妈妈还好，好丧食欲哦，后场那比较可怕。比较可怕。对啊，这个好。你会吗？他就准备2支以防万一。怎么接？对，还有2位队员，等还要戴上眼罩。 盲吃3盘蔬菜。哎呦，那你是来吃饱的？还好我们会打精力汤。巴斯克也买东西，因为对面可能淹水还排不地哦。有时间限制啊。有可以，不要害我。人家做出来更厉害呢。大蒜酱很好吃。我管它会保留个用过的光，它是口感，而且它可以吸那个奶油的香气。又酸哦，又酸。那而且它蒜真唔像講啊，唔知苗啲帶上來嘅蒜絲，真要啦。師傅，拜託天數愛做點心。冇問題。講到扁面，雞嘴薩皮啦。好厲害哦！我有聽哦，1下2下3下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。好啦好啦，你看他辦的哦，他辦的，真的啦，封面當當的，你看，哎，我講實在，講到一架之主，翻面王。 翻臉王，不是扁面風啦，就係阿炳講，大擺我攞一邊我搶去扁面的時間，一次就成功。對，真的，這真的沒有第2次機會吧？係啊，再怎麼濕的，它都能夠把它翻過來。而且呢，你們我們來到這邊的是苗栗新竹大 PK， 新竹苗栗咯，對，台嘅客家種哦。我們這樣是不是也是新竹苗栗？係啊，哎，我們是新竹，我們你都係苗栗。對啊，而且我們來賓沒係苗栗的呀，你還是新竹嘛？ 是嗎？好，來，好哦。先嚟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提前嚟分享到阿志龍師傅。兩個分享，大家好嚟分享係扁面風，陸祖斌陸師傅。大家好。好咯，來看到你苗栗逢次嘅潛水站係來自苗栗頭份嘅梁子愛，分享到嘅係潮野子劉依蓮分享。大家好。 分享，好，稍後來看一下白鉗倆嘴，去到是新竹冠士，今日係表兄弟哦，按照陳亮義、羅恩，歡迎，歡迎，我是帶還要打糖果呢，90年次，哇，呢條功力叫未出來咧，他射出來我也是，哎呦，先來看下風吹哦，今日帶來乜嘅壓箱寶咧？哎呦，哇，200壓箱，好厲害哦，自家做嘅嗎？係自家做嘅。 媽媽做嘅哦，係做本嘢做嘅。哇！味道你係自家自主做嘅，非常好食嘅。你聽下用色當好，酸味重衝。因為潮野基本上係都喺幼稚園上班，最有愛心的幼稚園老師啊。姓上河哦。看唔出來佢做阿婆嘅哦。嚇，係呢個啊？一定沒啦，我來嘅。哦。兩面呢。這個鴨掌好吃嗎？兩位？好食的哦。酸酸的。 今日我介哦，介下要講吼，90年次非常後生，我一介未係線上，一介係挑價。來，今天2位帶來哪個好食咧？綠拿鐵。哦，綠拿鐵。綠拿鐵很讚呢，是誰做羅恩嗎？哎，你們也開民宿係嗎？哎，我們家每天會做這個。很好味誒。你喺地度有邊嘛介？玻璃菜，還有甜菜，甜菜，芭樂，芭樂，檸檬，有，那剛剛好像是我們做的一樣。真菜，水果，凍豆水果，其實凍豆啦。好啦，這裡有個精力糖果，還有大家有精神嘅，馬上來金行踢館嘅 PK 咯。向前來挑戰，第一關考驗兩嘴對食材嘅認識，還有對客家文化嘅了解。 唔但唱愛動腦筋，還愛比反應，兩片變素養，順來萬人較厲害。請出擊嘅比賽馬上就要開始咯！
好，我有先咯，所有觀眾朋友看過今年所有題目嚟哦，應該來講差唔多國小嘅學生嘅記錄，真的都冇聽錯，對。怎麼有我的最愛在這裡啊？哎呀，你嘅主要，你先來睇看係嘛嘅？菜包吧。等一下吼，所有的題目都會攞客家文化也係料理啊，有相關考驗一下大家的知識量儲備啦。冇錯，風水到南水吼，加起來總共答對嘅題數吼，就代表講佢就做先幾道紅色菜，等下來煮料理。剪刀石頭布，好，風水先來。風水先來先來題咧。而且叫你頂呱呱。係哦，叫媽媽頂呱呱哦。來來來，可以哈。來風水呢，6年要派出一個代表，都要30秒當中跑下嘅番薯絲，跑出180公克就算過關呢，搶上道具咯。好啦，下一個呢，我嚟跑下番薯絲吼，對你風水有個冇問題啊，秋葉子。誒，結果你係阿妹來頂呱呱真鮮呢。係啊，你先拿點番薯，先拿點，預備動作準備好，看着它。老師準備好嗎？先拿着，先拿着，先拿着。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很穩哦。走對啦。走得都穩哦。加油，加！依然感覺今天當經紀人的角色。對啊。你的加油要帶一點真心。加油！那我平常在家都30秒而已，佳姐，你先換一條要不要？覺得他會中意。不用，沒關係。媽媽是中意掛的嗎？要不要再換一條？哎，都酸呢，給，換一票的嗎？繼續，我沒有說停，不要停。聲音。繼續。電動。弄到嗎？好，是有弄到嗎？沒有啊。先看一下，我們看一下。線輪歸零。好。很難說，這樣40，這樣50。明顯，所以在30。這樣應該在50。哎，115。哦，有機會，很有機會。故意團落去。180了。有，來。過了。過了。看下總強就幾多？好了，這是小細就不用了。係啦，送半機啦。對啊，225.6。哇，226。所以挑戰。牛力，厲害。來，藍錘來選擇了。面有菜色。你是說他們先得到1分，你面有菜色？這麼走心就對了。既然是實作，只有2題實作題，你們都選掉了。好了，來跟你等還有2位隊員，等下要戴上眼罩，盲吃3盤蔬菜。這題嚟講後呢，到1分鐘當中哦，猜對所有嘅一個食材，然後就算過關呢，搶上道具嘍。哇，T100刮完鳥嘅遊戲，講真嘅太難了吧？T100就來邊個木柱布跟炸魚來。我們現場如果不講話，他會覺得我們那個節目結束了。好，等一下我找點順序來選啊，下個細節咯，沒有找點順序來寫，好不好？好，來了，T1組。T 嘅係紅色蓋子的啊。好，等一下讓辣，來手伸起來。可以嗎？地瓜葉。好，可以先放心。先不用講，沒關係，因為有可能亮印跟你的想法不一樣。拿着哈，一起來哦，聽一個黃色的哈，這一樣東西吧？係咩上到強壯？這，他害怕，生的，不是熟的，都係嗆菜啦。亮印，你是來吃飽的？還好我們會打精力湯。但是他剛講不出地步又蠻興奮。哦，有想法嗎？到目前為止，亮印，這個是什麼？這我也看不懂。你沒有想法？那我們用看的也看不懂啊。係啊，好，聽一種，最尾一種哦，這個簡單，這個簡單。好，一時長代表最尾一頭下好選。好哦，好。跟眼罩先脫下來。眼罩先拿下來。紅黃綠代表分別。可以討論，你們倆可以討論哦。好。好，搶開始。哎，開始了。地瓜葉。好。它肯定是地瓜葉哦。應該是。黃是什麼？第二個應該是空心菜。哎呦，敢黑。很確定哎。不知道猜的。
亮印，你有在出想法吗？冇，要躺地哎，水木一下，大陆妹，哎，很厉害，罗恩果然是绿拿铁专家哎，很厉害，确定了哈。好，我们待会会有了师傅来公布正确解答。先把先卡起来，师傅请讲错也唔错。有吹盘，第一种，第一种饭猪蛋，嘿，用你，哎，这种凤菜，冇错，用你，水木一种。大陆妹，哇！冷水挑战选手，冷水的都是不，太厉害，太厉害。好，两下晚风吹抢选择，夏天爱吃冰，你也想要生白？是你嘛？这每年好食饼，冇啦，这种像我咬病骨，可能係你身體缺少乜嘅呢？A 係鐵質，B 係卵白質，C 係鈣質。唔一定好咬病骨冇？唔好，牙齒會痛。痛病呢？缺少乜嘅呢？我是有聽過人家咬病骨係因為有腎風加下身體燥熱，影響咬病很的骨。期間，我覺得 A，為什麼？好像有看過類似的文章。人上當中啦，缺少鐵係嘛？好，我看下正確嘅答案係，恭喜哇，都厲害，都厲害哦！接下來民主就講哦，肉性紅眼睛哦，真緊哦，很容易燥熱，成為血病。咱講肉性紅眼睛，又帶有更年期嘅細胞因福音價記得，因為荷爾蒙的改變，沒會上血病。身體為了產生更多的紅血球，會使體溫上升，這是上來血病，可到幫助你的身體來降溫。建議大家做啲補充，用講紅莧菜啊、豬翁啊、鴨翁啊，還有黑哩哩都有都做啲幫騰哦。很厲害！恭喜恭喜！今天2組目前都答對哦。對啊，等高度期待。籃球前乜嘅？甜點達人看過來。好。那個，好，來。好，下杯呢種甜點算係分子料理哦。A 係巴斯克，B 係棉花糖，C 係舒芙蕾。巴斯克係買東西，因為對面可能淹水下台唔地哦。3、2、1，搶選擇 B。好，棉花糖，你看下正確嘅答案係。拜託，兵哥老奶喜上溫暖。哦，冇習慣。來，先讓他打亂好嗎？師傅你不專業啊！麻煩你用飯你咁打弄。用一些堅果類，它營養啊哈。而且這個點綴竟然是選項之一。對，用黃豆豆的，薄荷葉也是選項之一。有點浪費。有時間限制哦。啊，有快點，不要拍。巴斯克係買東西，因為對面可能淹水下台唔地哦。3、2、1，搶選擇 B。好，棉花糖，你看下正確嘅答案係，竟然就是用一個很厲害。亮英都不敢置信噶。哦，先讓大家好講說一下吼，到底乜嘅係分子料理？分子料理有記住係將分子嘅遷詞來出發咯，改變食材嘅煙毛啊，還有鐵線，重新來組合就按照分子料理。棉花糖啊，就係透過高溫，先讓嘅蔗糖哦溶開，再個高速旋轉，將糖漿噴出，讓它以後就變做細，然後纏繞堆疊成蓬鬆口感。所以記住我改變嘅食材嘅煙毛，還有鐵線，就是棉花糖的分子料理。很厲害，很厲害。哎，目前真的都答對呢。紅隊、藍隊算是都是知識王哦。好，3點下來。客家嘅安時間，我睇下，客家嘅你講田路離嘴飽，唔啲師傅上料台，係講人用版呢？A 係講動作較慢半拍，B 係講未雨綢繆，你再講 C 係講只顧享樂嘅你呢？哪種呢？ A 慢吞吞的，他不知道事情的重要性。好，你嘅想法係 A 係麼？好，聽他的，聽他的，其實我沒聽過。我看下正確嘅答案係，其實係 C 哦，這就古典享樂。幹嘛意思呢？因為天樓哦，天樓好食這個青苔嘛。佢是有管食飽甜甜，三弟哦，跟妹哦，上來動都會青苔，所以只顧着眼前的享樂，不管後面的其他事情啊。
哎呦啦！我们现在都2比2平手，蓝队想要先哪一题嘞？五花大绑的。好，来看下。东坡肉我特殊嘅嘅原型係乜解？A 係講本皮含卡黏咪 ，B 防止牛三踢 ，C 係象徵團結老野蠻。東坡肉又是狗啦，有冇公演時間？有啊，公園有食過。咁啲做乜嘅讀起來嘛？我想係 D 吧。係。做乜嘅咯？我想未。哦。要做過。冇。要係門天門睇題。係。好啊。好，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，恭喜超係 B。天地之眷顧啦哦。東坡肉哦，因為佢係射火慢燉，所以佢會變當軟。假使哦某種哦熟得到佢燙起來哦，它的皮啊，還有肉啊，還有小肉啊，就會分離，讓響到口感。所以燙起來唔單止做啲保鮮肉地嘅完全哦，還做啲本身成品 Q 彈、動滑動順，入口即化。很厲害哦！恭喜！來，我們最後選哪一題？輪到我的最愛了，跟着選民都的最愛吧。好，沒問題。來。坤啊，乜計啊？下半呢個唔係說演習嘅好處 ，A 係講抑制泌尿道細菌 ，B 係幫添鈣質吸收 ，C 係維持母豬嘅抗天視力的健康啦。唔係哦，唔係嘅好處哦，你好是香菜啊。可是有這些嗎？有要給嗎？香菜唔係體香甜。可以啊 C 嗎？好，感覺吃健康吃紅蘿蔔的，或者是葉黃素嘛。耶。好，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，嘿，恭喜！哇！係啊，其實哦，香菜唔單止係體香甜哦，佢好處哦非常的多，譬如講，做啲增加你的免疫力，抑制泌尿道的細菌呢上出來，還有防止骨質疏鬆，也可以幫助你的鈣做啲吸收下到哦。很厲害。恭喜！大家多吃香菜，不要知道嗎？製作人都是香菜哦。多吃鈣質。哦，實在他的節目已經提了，今日又到聽。來看下咯，食甜點係哪位嘅 B？按用嘅講法係以乜乜嘅呢 ？A 係糖分本 B 變強鬆 ，B 係講糖分糖分會促進胃酸消化 ，C 係講糖分做得消化澱粉。好食甜哦。好食甜嗎？你知道講食飽以後，嗰是一種甜做的。B 吧。哦，羅恩為什麼？不知道，另外兩個看起來不像。好，因為門天門台題一個感覺。好，我們看看大地還在不在哦。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，嘿，其實係 A 哦。係因為糖分啊做得本胃啊下邊強鬆。甜點胃的理論是什麼呢？就算你飽足感冒，食到凍飽凍嫩哦，人體依然可以容納甜點。其實你係因為糖分哦對胃嘅營養有相關，糖分就在促進你的胃壁的肌肉變強鬆，減緩你的飽足感，所以你會讓胃它時常又在空間，所以容納更多的食物。原來是這樣，恭喜大家！哦，今天算是答題率非常的高，偏少哦。錯綠紅色菜。來可以看，師傅想我先來綠紅色菜。好，來。可以用客家糍粑，吐司，哎呦，吐司要配牛奶，對，吐司配牛奶，還有嘞，還配堅果，羊果，對，薄荷，薄荷也算一種。今天是太多選項。最分明。給了，哦，好，綠膠，綠紅。好，這是水果啊，水果嘛。好咯，按用這邊有甜點好食的，因為呢甜點係哪位嘅味嘛哈。味哦。來看一下師傅有嘅變化咯。師傅上菜了。好，剛剛呢呢道好菜先嚟綠紅色菜，師傅有想好菜名冇？有想法，今天要做一道甜點，中西雙味麻薯。哇，雙味還是酸味？雙味，兩種米絲啊，兩種米絲。咩都甜而家味啊？哎，咩兩種米絲中老西安的，啊，中就人家客家糍粑，啊，一般會說中西合璧。啊，用一吐司來做到像麻薯一樣嘅，像糍粑嘅嗰種嘅口感。哦，來，然後佢是係選到要吐司切邊嗎？還是聽為厚片嗎？厚片口感會較厚啦。那我有一個問題，可以是甜點，但是不要胖的嗎？不要吃胖的。
基本上哈，代糖。甜点哦，不要胖的是不太可能的。那你们等下有泡嘛？做的唔会泡都油留着那么多嘛？做在一边还给面用面包粉，好，压吐司之后啊，边落去蒸牛奶。法式一下。哎，等下蒸好以后呢，啊拜托兵哥人来洗上温暖。哦，狗善罐。还是先让他打乱了吗？师傅你也不专业啊，师傅。开玩笑，不要生气啊！单手打蛋。好，第一颗完整，请给大家关节挑战成功。第三扎，好顺哦，完紧，第四扎全部一扎了。还要打吗？哎，不用了，3个就可以。麻烦你用你差点点打落去。哎呀片，中式的，我用干粉，去温吃只渣；西式的用呀。吐司煎牛奶以後，我應一 QQ， 然後差唔多太細，啲細亂老細呀。哦，呀，面包粉。係。啊，你整牛奶就好，也是整鮮奶油做的嗎？奶油基本食起來我較油。哦。我想說牛奶就清好誒。哦，你看它差不多有狗善罐的。哎，哎呀，這樣呢，強的來捏一下。有點破壞它。不會啊。不會嗎？而它跟眼罩的分子。哦，你像片麻吉嘛？哎，對，它就是像。那切邊會不會和它厚帶哇？哎，我喜歡吃邊誒。哦。邊，但是有煸下去比較有口感。哦。比較有口感。所以你的體積罐係軟。哎，我們是這個也本身不是早鋪的。哦，有時間限制哦。哦，有快點，你不要害我。師傅，這一道菜係有依據哪一個料理做參考嗎？西川做法式吐司誒，煎過以後再細了就衝不起吧，大家習慣了。很期待。板人啊，700該有係糯米來做嘅，可是你現在這個是小麥的麵。但是跟底膜按壓哦，然後但是整體口感是懂槍誒。所以就對小朋友假使哦，他的糯米不好消化，譬如改做，你要種用吐司來做。哎，做得，然後就來放落去炸。油溫係幾多？差不多在150度左右誒。冇強過分。這樣會不會吃到都是油啊？不會，溫度夠高就不會。好。哎，有些蝦是變色的。對。它沒有嗎？該熟不熟的問題。它基本上就熟誒。啊，基本上就熟誒。主要就上色啦。哎，有上色可以。該互通700了。那變可樂餅呢？又強哦。個地會爆歐哦。你會膨脹哎。會因為吸到油了嗎？你看碗鋪700。一700都冇按加上色。啊。我看慢一些嘞。油溫都沒有改變嘛？對，不用。哦，用馬用힘。可以的，可以的。為什麼？爆就可以了，因為它裡面有水分，熱度。啊，受熱。哎，受熱很多。那會養兇它嗎？唔會哦。而家就係擺盤嘅哈，一邊中式一邊西式。就長得像素的炸雞啊。對，這一道料理懂簡單啦，一般你豆腐卡沒做位方面沒懂，可以懂簡單來做出來。因為你下面哦，現台應該係西建凍骨，所以大白款一家自主哦，台家圖做得學一下這種10分鐘料理。這個很適合有一些就是 Hello Kitty 的擺飾在中間呢。對。可以了，有一些就那叫什麼麥芽糖嗎？就是那個黏黏的龍鬚糖。你要講個小改糖。也係草莓口味的煉乳，也就一般煉乳老草莓醬1:1，然後這樣調誒。哇。上甜的。都西式鴉片來炒哦。唔好跳動哈，我跳跳。好。然後，中式鴉片。用一些堅果類，它營養啊哈。而且這個點綴竟然是選項之一。對。還有黃紅豆，薄荷葉也是選項之一。有點浪費。不會，那懂簡單料理，我卡就做會出來。好。裡面中西雙味麻薯。按鈕就好些嘍。
好，你会吗？他就准备2只以防万一。怎么这样？我也会刚他们，他会给我。不会，我会距离他很近，我不会离开他。是离食物近一点。对对对。那你手俩板烟放在镜上，去 Google 嘛，恐怖的爸爸妈妈说，哦哟，爸爸妈妈还好，嗯，好上食欲我，后肠类比较可怕。比较可怕。你也很麻烦。蒜味奶油，蒜味奶油，这是我自己做的，就是里面有很多香料。来，粉丝傅叶上茶。这还是走活嘞。这是什么双味嘞？中西双味。中西双味，太假了，吃吃看呐。就客家的糍粑，它就买个糍粑。它很生气，竟然冻僵呢！它里面口感很妙哎，吐司牛尾走出来种糍粑哦，好好吃哦。它甜，它好吃哦。懂嫩啊哈，一度很像有点像炸冰淇淋那感觉。法式吐司嘿，的口感一开始，然后有一点点淡的香味，但是吃起来它又不像是吐司做，的口感这个很绵密。然后这个是起白，就平常吃的还蛮会粘牙齿，这个不会，然后又很酥脆，因为我很喜欢吃这个。因为基就淀粉得有造粉，这是一个很关键部分，总得取在表了去剖哦。对，那我觉得这个法式吐司的那个新草版，我觉得很棒好皮类，用气炸锅还可以标一些 cheese 都当。哦，可以，做给客人吃。哦，哎，民宿可以这样子，小朋友也可以啊。后上还没做的，大家条件，各位是平手，散比散。对，所以我最杯米一关呢，都在很努力养，还行住养，等下台下会卯足全力了哈。我马上进好最杯米一关嘅挑战，做下练功夫。真紧张嘅料理 PK 來了，兩嘴愛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完成一出清沙皮嘅素路菜。上來萬人做嘅料理，本人食到會前面咯。實實準備好嘢嘅快嘢，依家自主準備好愛上菜了。好咯，來到最杯米一關，睇下拿出最強嘅料理來比賽。馮翠帶來嘅菜名係乜嘅咧？客家炒粉炒，客家炒粉炒，也係蠻好食嘅料理。愛懂好食的，你懂好，從細就懂好你指定的料理，黑把妹來走。對。可是粉蟲都難處理耶。對啊。你比太長還好處理。較好處理，我以前細啊嘛，該冇。哎呦，細啊，你以前老給處理過誒？有，係細個誒。啊，傳講你係秋年啊，這個辣手菜、收滷菜，這也好吃啦。而且還有皇宮菜哦。對啊。是皇宮菜嗎？對，是。哦。是我們家阿公種的。真的。對。依琳當主廚嗎？我幫忙，改天數給。好咯，啊，最杯米館老太講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加油！好，來看一下咱嘴裡片哦，非常後生嘅兩屆吼，蛇來小朋友帶你買個好菜，全名按到。吉祥照燒蓋皮，哇，吉祥照燒蓋皮，這個聽說是我們羅恩自己來研發出來嘅。羅恩很厲害，對啊，乜跟你都不？你在民宿主要負責的就係煮學本台家學，因為我爸他要叫我研發一個便當，對，要融合這個客家的特色。他是暖男耶。係啊，所以你從小就會煮係嗎？從小就爸爸就有教。我自己喜歡，因為我愛吃，所以我就有學。真的。好哦！啊，等一下看幾條食材準備當澎湃哈，挑天係享受最尾就講係變起來哦。好，9年級生應該算幾年級生啊？10嗎？10年級，高年級生哦。大家就最尾就講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加油！啊，怎麼那麼小聲？老實人老師，再一次哦，老師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兩隊都已經準備好勢，馬上來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！昨天開始走了。Hello，來看，依琳該不會還要處理？哎，我以為你要拿粉腸的部分。他先叫我用這個，媽媽叫我先掏鍋。哎，掏鍋，對，他臭臭。懂後色的。哎呀，很嫩嫩哦。其實我不敢吃呢。為什麼？它會出一個黏黏的，很好。我很挑食。來就底，所以我就跟媽媽說，
愛煮呀，愛清好食的就做這個。哦，那一個清好食的處理了，你要粉蔥，還有嘛改？菜蟲啊，內臟芹啊，哦，各種內臟啊，各種很有酸的東西。所以你都要給炒粉蔥，等下會有酸。對，然後用我們家自己帶來的醋。這代表講藝玲哦，她很愛吃醋哦。可能會一點點。對。那這個粉蟲，你講前半年用的處理？前半我買咗嚟家下，我就會用麵粉呀油去卡啊，過後就拿嚟洗它，洗得過後，俾啲走落，啲走落過後將嚟切。啊，買粉蟲家下啲都冇嘅黃黃。要不切了？切油啊！一點點。它口感是用煮，一直會是太片哦，而且這個對腸胃很好。對呀，這個好。你會嗎？他就準備2隻以防萬一。有 UP 耶？啊，怎麼切？因為我不知道他要切怎樣細的啦。對，因為平常我自己煮就青菜我會切。你會自己煮？會啊。你會拿手菜嗎？這個帶。啊，有時間去愛媽媽給片就唔是煮啊，就講愛什麼該就做的。個要帶一台包，一個禮拜。當然就帶便當。媽媽老爸爸問我愛做什麼，愛就做的點菜，講愛什麼該就做的，愛就唔是煮。所以爸爸沒會煮，爸爸懂會煮。哇！有哥哥呀，姐姐妹妹。3張露台。哦，你青苔誒？愛青苔，嗱有2張露台係送上嘅。秋玉姐，所以安用一算幸福狗咯耶，因為圖案都係小朋友。難怪你要開幼稚園啊！冇啦，我也會教他會叫我。不會，我會距離他很近，我不會離開他。我不想離開，對，我不想離開他。離食物近一點。對。你走下開拳的時候。對，這樣比較好，比較方便。媽媽要享福了，對不對？媽媽不要做更多事。對，現在小孩子帶回去塗。粉蔥等下會用慢處理。炒直接炒嗎？係紅過，直接炒就對。對，直接炒，上炒。我就慣用就切啦，我直接炒。你知道怎麼剪嗎，藝玲？我在找他的頭。其實你直接剪一下，給挑就出來了。聽到，鴉片。好了，你剛剛我都進來了哈，繼續來處理咯。希望這個粉腸保持它的安全。會的。哇，大家都看一下。哇，這邊在雕刻。哇，那個雞排。一啲哦，嘅披線落去哦。你本身係學嘛計啊？就會學煮餐飲，對餐飲菜嘅。挑會先切嗎？地頭還要留嗎？可以留着，就比較好看。哦，可以切一半。你要什麼改？那個蒜味奶油。蒜味奶油。這是我自己做的。哇！就是裡面有很多香料。你係中學是學你要煮菜方面係嗎？國中、高中、大學都是科班出身的。哇，那不止 sell 的啦。怎麼辦？因為它這個是標準化的。亮毅老師，你都跟幼稚園做老師做安靜班，安靜班做半年啦。我哋兩種咖啡對我講係因為你有這個母語環境。我阿婆唔曉講國語，應該是從細到去鄉下講，按用上多的講法嘛。係啊。你講出來先通一下係冇？這係節瓜係嗎？節瓜。這算是減脂的很好的特餐呢。對，就是便當菜。你這種民宿的偏東是安好啊。係啊。這畢業過後是做民宿相關的工收入的。跟那個玉米筍有要寫上嗎？玉米筍。用下碰下。我等一下跟這個在一起。要炒在一起。對。那你那個要先燙嗎？要先沖吧。好。那個比較難熟啊。亮毅平常比較少煮菜哈。冇法做。那你走了半年半年半的信上，就都講嘛，恐怖的爸爸媽媽說，哎呦。爸爸媽媽還好，學生時期喎，學生嘅比較可怕，講梅湯嗰種，唔好問嘅，都調皮嘅，好，我們大家都上來了。好。該講係嘛？該為什麼
粉肠，这个是粉肠啊，因为我早上切。粉了。对，我早上切，他说这样就好，然后不要。稀饭也好啦。对。主要还来手艺啊，这个手工也好对。对，当然。跟你会做味料理有吗？改？我比较就运通饮跟食类沙拉，在蒸鸡煎煮。因为谁来朋友做运通相关的套路，所以你要煮本鸡血，所以你当你煮的就香菇牛啊、牛啊，店头妈妈又是讲你煮的吗？有啊。那以前当皮，当皮哦，其实看到俺样子就做，还煮唔掉，冲皮。所以这样瘦了几公斤？吃没有多久，剩没几斤啦。是重复减肥型的人，重复减肥型，跟我一样气球型，一下抬一下瘦，一下抬一下瘦。哎，粉肠我耐久冰。我俩俺兄弟抢菜哈，土豆下杯看酱，要做的是，哎。中晚会炒姜下，因为熟程度不一样。加啲米湯骨做出啦，米絲磨合啦。係啊，米絲磨合啦。这皇宫菜很好吃哎。係啊。我要吃光。而且你還係個阿公嘅愛心。從本嘢去摘嘅。要攞啲講啊！要訂咗，那係咪來拿啦？訂到。阿基弟你留啥基面會參賽啊？弟啊，他怎麼說？我攞帶幾來，你當我煮哦。坦白啊！你擺帶幾來啊？做得哦。你擺做青nhà露台來啊？阿公啊。三個露台。你露台上咗來嗌冇得手機。我不好。哇！你阿妹今面整用強嘢來擺盤咯嗬。我不要。我不好。他是說繞一圈。你是繞一圈還是中間？繞一圈。對，中間溜半分窗。我從小就是這樣，他應該很習慣。他只有說一個，我做一個這樣。愛的教育啦，因為媽媽走性上啊。不會，他把我教得很好哎，我還當社工不錯了，不錯了。你還出出來動厲害呢。大蒜醬很好吃。我感覺保留個香菇的光，它是口感，而且它可以吸那個奶油的香氣。又酸哦，又酸。那而家蒜真係仲講啊，唔知有啲帶上來嘅蒜絲，真有啦。我從小就是這樣，他應該很習慣，做一個我做一個這樣。愛的教育啦，因為媽媽走性上啊。不會，他把我教得很好哎，我還當社工不錯了，不錯了。那你走社工走幾久嘞？6年，所以我比較喜歡比較沒有人想做的工作。最辛苦的。為什麼？覺得可以幫他們很好啊。有時候是如果是特殊幼兒的話，就會是家長會比較多煩惱。就怕孩子可能某天孔啊，那邊有問題啊有，然後回來就會問媽媽說，就是因為我自己還沒有當媽媽，所以不知道真實的家長會怎麼想，就會問，會稍微交流這樣，也會像他現在在學校上班，我們也會交流說現在的孩子有沒有很難教，或者是說有沒有遇到什麼狀況，我們兩個還蠻會在工作上面有蠻多交流的。我覺得個性很是，那家個性懂合適，因為他比較大辣辣。哦，對。要款係嗎？要，因為人就好食啲，我阿母卡做是愛用粉。因為挑梅主要就係調酒，還有自家帶落嘅蒜絲。哎，對。好哦，那你就先過去咯，呢邊啊差唔多，炒啊就 OK。好。哎呦，亮英下班的啊！下班的，我可以煮啊。安個菇係貴類落去哦。係，就是較好看。安個廣愛熟哦，呢部要加乜嘅啊？還有就是剛剛那個奶油，然後有蒜頭，辣椒，還有巴西里，還有凍豆那個蒜頭粉，還有洋蔥粉。還有很多香料類的。蒜頭奶油我用來做啊？就是我自己是奶油先融化，然後香料粉類就那個蒜頭先進去，然後粉類進去攪一攪。蒜頭有先煸過嗎？炒過嗎？不用，不是上的。看你喜歡那個生的蒜頭，就是也不用加熱，
你就放进去，然后我最后是用那个冰块水，然后一直搅，它就会成型。哎，你係哪家餐飲畢業嘅？我是明星科大。哇，好人呢，虎口那个新丰那边。那你知道我们志龙哥哦，他是蓝带，他有去蓝带哦，很厉害，法式的，对不对？去告狗口，法国蓝带处理薯条。这个已经好了，大家切好。鸡酱有捞起耶啊，鸡酱还都鸡肉那里面，有点像牛排酱呢，看起来呀，比较浓稠。除了鸡酱，还有嘛个？照烧酱，那个调酒，然后清酒，然后我就加鸡酱。哦，哇，那个奶油，那奶油很香，那很香。我炒一些，太冲调。那我们差不多就先来去倒数喽。好，非常期待哦。天长马上来倒算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点到，马上出来吃吃看啊！最贵米馆乃木卡米西卡站掉喽。唔知大家掌聲鼓勵，讚！哇，也可以很苗栗吹到新竹台吹的開戰，也是女子跟男子隊的大戰。哎呦，誰冇應該先來試看？我們是偏酸的。好，愛吃醋嘛，依琳。對，來吃吃看我們紅隊的料理哈。哦，我們皇宮菜好嫩哦，又酸哦，又酸，有酸痛。其實還好，沒好些粉蔥，該地部係粉的東西，學粉蔥就係學粉啊，做乜嘅按到粉蔥哦？對啊。哎有拉蒜，真面就唔講啊，唔俾苗栗帶上來嘅蒜絲，真有拉。沒有，因為用糯米醋啊。我覺得用糯米醋對米啊。我覺得很好吃，很開胃。哎，就哈剛你好些兩種蒜，這是客家專有的蒜。哎呀，好食哦，好食。好，你下關係下，咱水做出來嘅吉種照燒蓋皮。哎，這個哦，那個大蒜奶油，香哦，太香了。哦，奶油香，蒜味香。吉種蓋皮，那種乾米啊。我還不知道吉種做得安怎做的。然後加個蓋皮啊，然後食過後，吉種嗰隻要吉種下。慢慢燒進去，我覺得還不錯，因為我不吃雞醬，對我就吃那個酸酸的，那我覺得還不錯。就是如果去一個地方，如果像他們家如果是開餐廳什麼，點那種如果是小點的話，覺得還也是很開胃。對，好好吃哦。你要出出來都厲害呢，因為你照燒嘛，用吉種，然後它是現場燒進去的，它的熟度抓得剛剛好，唔會重柔，然後皮哦每就都有帶那種擦擦的。那個梅納反應沒做到嘟嘟好，我吃過這個很像大蒜麵包，很好吃，它的奶油大蒜醬很好吃。魔鬼給我保留一個香菇的光，它是口感，而且它可以吸那個奶油的香氣。可能你要是爆出夜後哈，你的民宿會食到嫩嫩的硬卡了。托斯卡尼，希望。哦，呢個關係一定要記起一下，今日挑戰哦，3比3係平手，最尾一關哦用版的實在嚟看了。好，而呢條件呢係平手，都在最尾面成績不輕用版呢，師傅紅吹搶半分數，4分，7分，Lucky 7，滿滿的數字。3點後咧，看下藍水得到幾多分？決勝在於我們的阿龍哥。對，我講一下。主要啊先講風水那邊，太長、粉長也兩樣長類的東西哈。上落去炒係正確的，但是呢，因為人哋一般的溫度、一般的滷味包含不開，冇辦法像傳統安尼溫度度高。啊，那種上床一聽個太婆炒佢，人會切，冇佢就會像家下人冤，吃到還是唔大切，可以不用，就是一般的氣泡水或是沙士去浸過的。嗰陣將來講緊嘅方式，用高溫落去，唔是叫，所以我所以有些大蒜就會凍軟，主要係凍軟。酸啊，因為是很剛好的酸，因為本身它剛應該沒是酸，我知道人家酸度是 OK 的。蘭州那邊呢，基本上冇乜缺點，因為你市場嘅方式去做嘅，但是我因為還係因為點咗講，你講要融入雞醬。
鸡酱啊这种东西也是不能久煮。建议讲煎好以后放起来的时候，酱料用淋的，无就上一般用多维度锅，不要下去煮，那味道会比较没有变。谢谢。好，谈看一下变故的想法。伊个蒜啊，其实梅头冻好，係甲你创到是客家嘢咧蒜梅，其實是像恁個講嘅咧，做咧處理分葱嘅部分吼，然後炒葱掉，好，因為炒落去咪焦嘛，好啊，還有要係是都好嘅。一正差到梅頭穿一盒，但是หั่做得佢地袂如清解嘅順序，哦，那個應該係線筒嘅，從爆竹筍嘅線筒。啊，它会比节瓜其实一下子熟的一线头，顺序动重要，为了你红个东西的梅头很好加分。哇，你两个比起爸爸还很难挑嘞。真的，我觉得师傅本来的建议呢，真的懂实用哎，真的笔记起来。对啊，有尝试想过，我都已经用最后的食材，按用什么煮哎，都在检查到奶，然后纯糖就冇空用，就是要的谁给 K， 我说按用压赚有带的啦哈，有值得了。好，压整机已经出来了，马上你出了颁奖喽。耶！新竹老美丽泰山哦，很有显不一样，这是友谊赛啦。其实两队呢都非常的厉害。哎呀，他成绩已经出来，凤吹得到7分，南吹得到8分，现在恭喜南吹咯。好，恭喜南吹又是新竹冠军嘅代表，得到係总冠军，上天都係恭喜哦！安利凤吹呢咪係當好嘅成績咯，天一娘得到係大容量铸造钛金盐不粘锅，要恭喜大家好，做中娘不卡。做对煮，练习煮，那摆就专一煮给妈妈吃。好，做对啊，好。好，來問下我們的民宿代表，今日有買感想做啲老大家分享。今日來到了好多凍到，你激動到眼睛都起霧了。對啊，好熱哦。哎，體育擺秀的時候會變紅，攝影棚很熱，好緊張。等下他又凍，他又緊張哦。哎，一點點，還可以啦哈，不用向送的哈。原諒因為大家分享。節目睇自家咧基本本安利啦，吼，體驗很特別，嘿。90年次嘅兩個後上面做啲煮菜，煮客家菜，又做啲講到以後哦，凍溜溜嘅客味，我覺得是客家嘅福氣，感謝你哋位，恭喜哦！謝謝。好，參考了呢，問一下10，要不要來參加新電影版，老太分享一下？我是做同好教，因為我一開始報名係因為我想要來看啦，也順便創造跟媽媽的回憶，這樣，對，覺得還蠻好玩的。結果跟媽媽的回憶是順便，她主要來對，順便，所以站在旁邊啊。對。哎，安倍度後安永不看你做出的料啊？對啊，跟弟弟他們一起，等下還會一起出去玩。係啊，安永幾好度後給你甜食1萬吼。對，今天甜食懂吼，就做這出去聊。超。對。安子生。今日記按子生來哦，煮好食料理問下先。我當翻譯什麼老師講法，我學起來啦。做這過來一擺血池啊！啊，你擺就很多來，資料來試試看下冇冤冇。這麼強，你那個促進很強。當然來了呀，啊，叫出書哦，你這塊，其他不嘗試哦，全部來下落去。哦，好，那冇做你，迄冇辦法就改來啊。哦，你中央都沒有你唔怕，有時間都可以請老師哦。係啊，對。安子生，好輕鬆年咧，來到我呢節目當中都講到啊，很好呐，做啲老媽媽、阿公阿婆啊，生年呢要按用天拜上天師嘅畢業啊，呀到畢業呢就要嘅大家嘅做下，每樣年啊到來都要到畢業創作，年啊到嘅畢業。係啊，今日哦係新竹老廟裡嘅對戰哦，5個大家都係客家人，歡迎世界客家人共下來報名參加一家之主。一家之主等你去下來報名哦，你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